台湾雇主协会今仔日伫总统府头前集会抗议，因为讲目前的政策拢较歪向移工，较无顾到头家的权益，呼吁政府就爱来检讨。因来劳动部是回应讲，会针对三大方向来调整，协助雇主的需求。照护凌空桩。伫总统府头前大声喊口号，自渔业、制造业到适龄家庭雇主超过100人到现场声援。台湾雇主协会伫劳动节过当天发动集会上街头，因不满国内政策偏向保障移工，连都互雇主的权益受损。政府都说都是我们雇主不好，说我们雇主不好，我们虐待劳工。可是他才来1天，我怎么虐待他？倒霉的是我们了，我们花了钱，然后把外劳请来，结果他跑掉了，那倒霉的是谁？然后我们一直要付这些钱，这样子合理吗？是他要离开的，不是我们要求他离开，是他说他有中介帮他介绍，他有新的雇主，然后变成说我们有1个月、2个月的那个，就是要等那个退费。有家庭雇主真无奈讲，政府将移工离开的责任拢怪乎雇主，因为依照就业服务法的规定，若是你请移工失联，至少就要等1个月管制期才当重新申请。要企业雇主反对，互雇主专业负担移工海外招募费。民间团体集合各行各业的雇主，希望政府照顾零空汤，也提出免纳家庭安定就业费，也个雇主移工内底的费用转给雇主的一寡诉求。逃逸一个，这个工厂3个月就不能再引进下一个，家庭1个月就不能引进下一个，这个是制度的规定。可是，在现实上，其实都超过1个月，超过3个月，这所有不管是工作还是这个照护的空窗，完全没有人在乎我们的这样的声音。对民间团体意见，劳动部回应：这么经济弱势家庭的雇主有12000人免纳就业费。也开始研究减轻同情家庭的负担，而且甲卫福部、甲农业部等部会合作，自增加管理支持、缩减人力空窗、减少行政负担3个方向，协助雇主的需求，加平衡劳雇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